以前的时节就冲得清后嘞，给他名人来老都会太极呢，要绣球，结果出了一根飘配的巴德，给得到全球客家旅行我开水冠军，全世界客家人他冠军，而且他们有家族渊源。家族渊源，听说他妈妈是关灵芝。爱像一丝条从黑幕的冷脸。老热到你腿，老热穷下来。重庆美食大家好啊，丰富啊。哎，嘿，金啊，大家好。好，也做你流行歌曲组的保味正八岁。哦，先同大家介绍一下上礼拜美面炸的嘛。连续习惯美面炸李彦峰。哪有习惯的呢？习惯哈。哎呀，习惯那到底是我们的来宾太弱还是？对呀，不是。连续习礼拜嘞。习惯有什么嘞？对不对？我们罗浩元五官都被打下来了。也是。你今天是关键之战哈，好，还深一点啊。对啊，所以还是要小心为上。五是一个门槛。对，还有，很恐怖哎。请等一下。哦，好了，还要比赛之前的接下来的评审欣赏。好，东欣赏，许志斌欣赏，尤少奇欣赏，翁义焕欣赏。你至少徐世慧老师跟黄妍老师要有那种仙女的一些音乐。你怎么那么难识啊？马上阿凯老师哦，阿凯老师，你给经验值吗？你有买音质？你 video 要做音效哈，为了做音效，他还买了专业的器材。你吗？为了你，为了羞辱我，为了你。你好了啦，谁叫你用？等你脑子。他说特别到，你要牛啊！牛哦，好了，马上进行比赛了哈。TVB 有抢到TVB 係新嘅朋友哦，來自桃園太海，一手球帶來無言經驗。來，彈下啦。在夢中有個迷茫，牢記從阮求破，忽然間愛想過來，真變一片空，心肝跳水。難形容，想記你開愛破樣無情，心愛的，心愛的，就是愛比酒濃，何苦流浪心頭。在夢中有個迷茫，牢記從阮求破，忽然間愛想過來，真變一片空，心肝跳水。有難形容，想記你開愛破樣夢。
哎呦，小球泰國好，主持人好，要見面的，要見面的。有睇過？嘿，你頭殼嗬，好嘛咁樣創到當好咧，係啊。有感情，哦嘿，我有本佢感通到呢。有感通到，有呢。脾氣又準，嘿，啊又美圖，係啊。誒，佢之前唔係人用嘅。這個當擺，很有印象就出佢嚟之前哦。擺來比較不擺啊，傳統嘅來過嗬，流行一拜，傳統一拜。哎呦，比過第三拜來冇錄，嘿因為疫情，然後評分，然後就轉移做冇通知咧。哦，所以唔敢演，根本有備而來反殺了，過來了。經過疫情，5年嚟啊，2年嚟啊，嘿看就自家有進步嘛，來試看啊。哦哎，佢後現在時節就衝得清後咧。哦後現因為佢名俺唔是獨歌嘛，哎佢名俺老都會太極，你嘛，哦，要秀修球。球，結果出來是一個漂配的大哥，我送愛情有英雄。哦，要不然真的，讓我按從國進步按多。有伊奈學嘅啊，有啊，歌唱班啦，哦，歌唱班唱班哦哎你有確診過嗎？有咧。有確診。咩有哦？確診過後又唔同羅哥腔會衝得較好嗎？確診真的是，去最好是啦，真的啦，給就你聽聽啊，所以有。整個唱歌真的都會變好，沒騙你。你要搭配青島的東西好嗎？我不知道對我講確診後有嘛是補品啦，有一按摩啦嘛，有會抹一大堆。我配下青島東西啊。好啦，來，衝對了。金鋪青島。金鋪青島，好來，好唱，平時欣賞。東東老師。因為泰國嗰邊唱到清後語嘅，人嘅聲音地位嗬，有酒嗓嘅感覺，好滄桑有沒係有？唱傷，唱傷。各位其實之後唔發現你嘅 V 嘅檔嗬，各位記得嗬，唱嘅 vibration， 唱嘅演唱一個抖音嘅時間，唔知唔知唱到就抖。心愛耶就抖了，你可以稍微心愛耶，這樣飄一點點，我看我望住從頭到尾就印堂唔對做 vibration， 也要注意。不過人家好處就講人家酒嗓比較亮一點啊，之後也保持。不過用杜氏嘅力量，佢抖到嘅發，人家聲音會行較紮實，也冇嘅發，但是佢高音到也用，佢太上到就可能會有破裂音。但都底杯糖度已經接近那個邊緣咧。不過佢邊唱到清好啦，吼，咁多檔好，按你過檔是喊，吼，啊就按這些，佢邊做呢？分數一個檔歌。哎呦，什麼先生應該當歌。安尼就唔係落一擺都比打嘅啦，係啊。你講至少有200。都200哈，看一擺以後，你換到200喎，好嘛？冇問題吧？好啦，看幾個分數。我看一下入小球嘅分數。91分。哎，有分數做得了哈，應該冇變大的吧？應該唔會吧？可是好像也不算太高。沒有，流行歌曲組全部都厲害哦，分數全部94、95、96的呢。有嗎？哎呀，有嗎？他們兩個浩源跟李彥峰不是都係？哎，有是按高分高啦，哈，好吧，好，可以拍拍劉長久嘛，哈，好，至少200。什麼？加油加油！什麼要泰國？紫色。好，哦，對，加個東東老師建議嘅 vibration 抖音 vibration 哈，準音呐，看注意點，嘿，要不然真的不要抖太久，一直都會認為我們這種唱法很老派。啊，你不是本來就？是真的老派，真的，沒辦法。所以架槓的老派。不是有的歌哦，很奇怪，你自然而然你唱到那裡你就會抖。有的歌你就不會啊，你像比如說像是不是老了，我就不會去抖它。真的嗎？用準音唱看看。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路上的妹妹都不看我一眼，是不是老了，老了，老了？哎，沒因為按有沒有準音的關係，然後你說你這首歌比較不紅，也有可能。嘿唔嘿？就是少了羅氏風格，看一百衝兩狗也就會準音，唱條漢用有沒有？大家就會覺得很好笑。是啊，原來是好笑。哎，某看太假條，可不可以放進去一下下就好？那個就可以抖。哎，周隊，那個歌你會不會第二句兩條狗？不會。可不可以不要讓別人知道？哎呦，你也發了他嘞！
啊来杀好来，杀落迄王文林带落阿妹嘅松树。来躺下啦。猪肉西施你好，嘿，文玲姐姐啊，你刚才没糖豆欣赏讲，唱歌不要抖音吧，不能行。所以你他刚刚没完全平，完全没尊音呢，根本没简单。对啊，马上现学现卖，知道呀？是这样吗？对啊，真的呀，真的呀啊，这么听话。是啊，那尊音都有多多少少。你也太平了吧？对啊，对，跟飞机场一样好平哦，完全没有波动这样。对啊，啊，黑哦，这也是听老师的话，要给他起嘎给。对对的，还是要有自己的一个感觉哈，要不然刚刚听起来感觉不是，搞不好很老师听觉得是 OK 啊，只是我们听，你还讲刚刚听的准音准很多，按用个的平的，很厉害，很厉害，那个波形没有波形的，平哎，这表示他的控制力很好啊，控制力很好啊，对吗？同样的头路有关系嘛？头路几多嘛头路？其实剁猪肉的，卖猪肉的啊，猪肉西施啊，买猪肉钱呢，真有钱。哎，上来先买猪肉，系啊，你卖猪肉啊？你也有买啊？你还冇买的？你还冇买呀？哦，做嘛？猪肉安怎酸有冇？土笋啊，土笋啊，土笋呢？咱后生有笋呢？3个。去到生年土笋呢？18岁都讲生年呢？冇啦。20歲啊！你20歲當後生，生年咩咁樣當後生都結噃？結婚係啊！你多歲都結噃？20當歲都結噃？哦，難怪。我有2個孫。兩個孫啊！孫啊，係啊，哦，也都很厲害啊！後面嘞，對，係啊，多生一些啦，報效國家。還罵你叫他還是叫他孩子？你很急嗎？他如果要生也可以。孫同家來誒，那有顏色共用胎啊？對啊，老蚌生珠，老蚌生珠也是。你兒子打我孫子，哎，不是我孫子打你，哎，就搞不清楚。到底要教訓誰呢？好了，哎呀，衝出嚟。
对，对，像平时欣赏，是非欣赏。哎呦，世慧老师，哎呀，很好想嘅阿婆，哦，这件他懂啊。梗係我看出來香港那邊手指。嘿，近比阿妹嘅松樹啊，有數過應該睇下都當數啦嚇。問你阿妹睇拜堂到人嘅上，就講其實就講大家冇想到係阿婆，所以香港人嘅上係一種很清純、很單純的音色，咁冇見過羅歌來上面嘅反而係真嘅唔掂，可能頭擺會用準音唱嘛。唔會，唔係，係禮拜學啊！阿另外就來講一下哈，基本上一首歌曲已經較經典的一種tango 嘅節奏，所以呢，它會需要有一點滄桑的意味。就代表意思嘛呢？就可能你唱歌嘅時節啦，可能人嘅轉音也都還有開剛柔並進，它可能都要運用得到。不過人嘅上線係一種比較單純的音色，所以有時時嘅轉音轉到冇嘛一瞬。所以按你發來帶通亞述歌曲的話，可能會顯得比較牽強，會顯得比較牽強。所以我知道，不過呢，你已經很用心在編排這整首歌的情緒。對我來講啊，我知道我聽到會上音，其實你很用心在編排。就會講我家講，可能在選歌上面，我反而是覺得你要照人嘅上線來選。唔是緊張，其實一定要適合人嘅上線來唱嘅歌曲。但希望講對選歌嘅部分啊，就本期間要更加多嘅機會去嘗試，去選一下，用辦將會本期間上線適合亞述歌曲來表現咧。前面應該講點都講好，就係講前面數歌嘅係適合人上線來表現嘅歌曲會較好。亞述歌曲呢太容易被辨識，因為太經典的節奏感。好，所以按呢翻呢，人家就彈到，尤其係彈，你唱嚟就彈老歌，會彈習慣的人，一彈就會底個上線，老亞嘅那個旋律的感覺就會有點搭不上節奏。唔過人嘅上線，我知道會有當到好本線到嘅歌曲來表現，好，非常的棒了啦，非常的好。OK， 安子 C， 謝謝欣賞。徐老師講那麼久，就意思說，因為你的聲音比較清純，比較乾淨。所以你的聲音是很適合選擇徐世慧老師的歌曲，對，像他一樣這麼動靈的歌曲。他一般就挑戰給他歌哎，好嘛，好，有謝謝羅哥幫我打歌，因為你不好意思說，我幫你說，都這麼大彎，都被我們識破，真係。哦，還有就來看分數啦，睇下來看黃文玲嘅分數。90分，哇，有點危險，有點危險。哎，唔係，一開始講真的要做留下來，一個下一拜有機會來唱嘅吧，好唔好？是啊，先一下徐世慧老師，好多歌你很適合，哎，又剛好你又沒有抖音的，哎，就很適合唱嘅歌，清純派，清純派，好，謝謝，好，加油，回到休息啊，是非欣賞嘅歌，你清難唱很。哎，對，很有挑戰性，對，不是那麼容易哈。好，好來殺來，殺落去羅浩然帶來唱講行語，來彈啦。情說可以，愛講一講。條國語嘛個原因，貼貼個意嘛。因為阿爸阿妹生一個時節比較不能說方言。我們生個時節就會要被罰錢啊，要罰5塊。講方言就罰5塊。我那天碰到一個原住民朋友，他們也是啊。學校不能講方言，不能講罰10塊。我說哦，這麼貴哦，你們原住民比我們還有錢，比較大。天空頭擺給世界，講好把愛變很荒謬。身後會掛給悲傷，只說國語。掠卡進那種冷冷氣，溜掉因愛留下一筆，教室裡走來走去，真生氣。都聊好，我愛來搞你，害怕打招呼，基本給滿。Yeah， 情說可以，愛講一講你。
将干将一生梦里，有空来玩，有敢来了，吃饱了吗？吃饱的梦，最后爱过了几爱爱意。当讲跳摆嘅世界，讲下把爱问同好了，身后未挂嘅拍笑，请说国语。了开起那种浪浪气，聊天爱聊下一笔，告诉你走来走去，真生气。都了好，本来来告你哈发，大家不基本给问了你，请说可以，爱讲一讲你好漂亮，谁会爱讲干讲一生梦里，有空来玩，有敢来了，吃饱了吗？吃饱的梦，最后爱过了几爱爱你。请说可以，爱讲一讲你好漂亮，谁会爱讲干讲一生梦里，有空来玩，有敢来了，吃饱了吗？吃饱的梦，最后爱过了几爱玩，最后留下来好下吧，最后留下来好下干吧。耶！最后一句真的是从那个腹腔共鸣发出来的。 Superstar， 那个，有吗？哎，有，声音有穿透力哦，有最后一句而已。对，可完成了，可完成了。你之前你可能会啊，就会完全用喉咙。哎，今天有那个哎，有那种腹肚子的力腔共鸣也量，感觉出来，感觉。有练习哦。因为崇拜送一拜，上一拜有欣赏，然后我分享我唱歌的共鸣位置要往上。故说我平时功发的时节就会在胸腔哦，就不练习了，用功发方式，会转换一下。哦，对，就像外国人一样嘿，他讲话共鸣都这样，哎呀，啊，是这样还有吗？勾引那样。哦，是。哎。哦 yes， 呀，就是他，就是哦 yes no，Oh my god， 所以他们很多外国人共鸣都在这里。哦，真的。 Oh my， 所以诸葛亮朱大哥他的共鸣也在那里。学外国人讲话。明明就是诸葛亮在那边。好了，先要聊国语嘛个原因。特别的意义嘛。因为我阿爸阿妹生一个时节，也是在那个年代的。嘛个年头。就是那个年代，他比较不能说方言。 但是没有到会被扭呢。我们就是啊，我们这个时节就会要被罚钱啊，要罚5块。讲方言就罚5块钱。哎，还会给有写牌子在那个教室，就外面走廊上面刮的。真的会刮？是没啦，给刮那个壁风。 对，就是不能说方言，不能说方言，然后我们说了就被罚钱。哎，真的，我也被罚过好几次啊。对啊，我那天碰到一个原住民朋友，他们也是啊，真的哦，也是他跟我同年纪，然后就聊天聊了。他说他们以前也是，学校不能讲方言，原住民语言，不能讲罚10块。我说哦，这么贵？哦，你们原住民比我们还有钱，比较大。对啊，还可以等个3时间条。对啊，他们罚10块，我罚5块。哎呦，真的，我们客家人比较省。 你说台3线吗？我记得那个人笑话比较穷，他没钱，他没钱，给发是给。啊，对你没有经过那个年代，所以你有听爸爸妈妈有讲过的事情。对，然后他们好像就是因为那时候文化还没有那么的平等，所以有时候他们就会被说啊 K 黑啊 K 伯啊那个年代，对对，所以就是他们会用公贵印含黑公喉咙发来发音。以前喉咙你他妈 K 人啊，你 K 人 K 骨头啦，特别不一样，不一样的啊，较有样的，特别因为较传统嘛，较保守，所以
地方方言，你包含电视台，那时候只有3台而已。嘿，哈亲手做的糖豆。你说台语新闻就很少了，然后台语的节目也很少。哦，然后后来就慢慢增加中午时段，有布袋戏，布袋戏，时段有加就对。对，然后后来是比如说歌曲哦。歌曲那时候还有规定，一天你电视台出现只能出现1次，真的哦，台语歌规定哦，然后后来就变2首，后来就没有限制了，对，越来越进步了。以前是因为政治环境的因素，是啊，就有点就是希望不要讲汉语喊他少嘞，最后的有客家电视台，新世界完全没看到，新世界有100个那个，跟呢有一部戏叫什么韩流还是韩夜什么？韩夜吧，8点档。李乔跟是8点档，它有就是3台联播，3台，然后比如说华视是讲国语，中视讲客语，台视讲台语，真的哦，连续看哦，同一个剧但是不同的配音，真的哦，对，那个年代难得，是非常难得。那正经不是看过，这时间看到汉语这个电视出现的，所以中视就很多客家人不看的，看中视啊，有关的哦，爱用嘿。我不知道，这只有他才知道，我没有那么久，我不知道。我们切换那个语调，就变成是各台有自己的语言，配音吧，应该是配音。那是配音的，对嘛？配音，对，好了，好了，像蛤蟆老师，他等很久了，你看，等很久。浩源哈，那个慢慢的这一拜的进步啊哈，你们懂善用牙的特色，声音的特色。还有舞台表演丰富的一个感觉，还有现场的魅力。不过中国的比赛可能要掌握几个重点。第一章就讲，你选国语基本上你要说国语就是你的拿手歌曲了。这个我们的卫冕者就懂危险的啦。但是在演的过程当中，在中国的过程当中你可能要特别注意几点就是概念上面，快歌要慢唱。快歌要慢唱，然后听一点就是说，你用内收音推韵的方式来唱的时候，你整个律动是不对的。然后每一句都基本上抢1/8拍。还有听一点说，NC 呢讲客家话用来好多话没共用，就是它是有主音跟语音的。比如说你讲爱糖讲头拜，爱糖讲头拜嘅时节。这个不对了，这样没客家发音，你唱好多歌没共用，所以你越快的歌，你要找一个点，你怎么去做律动来压拍子？音乐越快，你会冲越慢，所以你这个咬字速度才会变慢，才会形成有律动。按讲对嘛？就是你在跳的过程当中，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事实上你个发音都没有完成了。那有几分唱好了没共用，面临到这个问题。所以那种客家比赛唱好了歌没全部共用，语音能不能完成？所以代表你这个发音正不正确？还有最重要，刚才是讲你唱抒情歌还好，你唱中快板要快板来发那个整个字不对的话，你整个曲风律动都会不对的。安阳平，好，给你一个建议。好，继续加油。好，什么先生？看分数好，好嘛？好，看下来看罗浩演嘅分数。就是3分哦，还好，就是3分，对他来讲。但留下来没问题了。对呀，没问题了啊。本进步的空间，好吗？好，坐上去就不知道了。唔啲咧，好 ，OK， 好，先休息一下。1、2、3，好嘞，沙落。沙落喺古秋田帶來用心嘅人。好啦。心刻苦爱真。
志上美，伊心美，夜夜盼望伊费心全意，用心给，用心给感情，爱甘愿伊说事情风霜满眼的，切情给。切情给你，老爱生，语言难分难离，用心给你，用心给感情，爱甘愿一生相思春叹滋味，只想为。心美，夜夜盼望伊费心全意，用心给，用心给感情，爱甘愿一生事情风霜满眼的，切情给，切情给，老爱生。希望先生，两位主持人好。哎，你好。邱品基先生，大家好。对对对啊，邱品基啊，应该也算是音乐世家了哈。哦，算是吼，去家咩要教乐器。哦。细时节爱 Q 又开个钢琴社啊。哦，钢琴社哦，真的啊，乐器社，还乐器社，对对，乐器社卖很多相关型的乐器，吉他、钢琴的对。哦，那就跟四位老师她老公赖老师一样，通用，对嘛哈？同业哈。跳白啦，跳白压模块，压模块，他那是个斜杠的副业。哦，还是倒了还是？说起来，嘿嘿，因为佢嘅正业系跟福特六合经理啦。哦，对，差很多。你喺兴趣开乐器行吗？斜杠，对，哎呦，就多元发展。哦，闹到开乐器行青春钱去购买。啊，对啊，所以你看福特的那个业务经理，多好赚，真的哦，冇啦，开玩笑啦。係又開鋼琴班，他我是而家學啦。從細就學。讀國小嘅時間。哎呦，你咪去國小，梗係人開嘅。啊，讀國中，梗係功課下冇限咧，冇按時冇而學咧。就讀書咧，啊，後來又唐公又交給幼稚園啊。哦，唱遊課嘅都都會自家彈嘛。高中畢業只讀幼教。工作20幾年就派上用場。對呀，這樣有個關係啦，有這樣的因緣際會就好樂器啊。所以你看小時候學，可能我們會排斥，我會排斥哈，但是長大你沒想到就真的有用處，成為一技之長。真的，還要感謝找你的舅舅，阿 Q 起來的 Q。好了，哦，衝上嚟唱易煥先生。哦。為什麼他是這個配音？先生好，秋婷姐姐好。先生好。你嘅嗓音非常適合這首歌。對，因為我那時候其實，在彩排的時候，因為我習慣會聽第一句唱進來的聲音，然後你還感覺當你非常熟悉這首歌的時候，其實你開頭唱進來的時候就抓對了這首歌的情緒，所以其實一開始唱的時候就有被抓到這樣。對，但我覺得這首歌有個地方很難唱，就是它的副歌比較高音的那一句，它的那邊的節奏，就是有些人可能因為我聽過很多個版本，大家唱的時候 grooving 都不太一樣。對，那剛剛聽的時候，我聽到的時候就覺得，感覺好像有點突然跌倒的感覺，就是字跟字中間它的 grooving 好像暫時脫離了這首歌的節奏，所以可能那一句要稍微注意一下，這樣子。對，然後我覺得字的推送的那種唱法是很適合這首歌的，但有些，例如說每一個字的轉音，它好像比較不適合推很久，會感覺好像已經延遲到下一個要進歌的拍點了。對，所以我覺得比較需要
注意的地方是这个。那这边给一个小小建议是，因为艺术歌曲係同層嘅感情嘅歌曲，故說你都得本你嘅例如說每一個字或是每一句，就算它旋律的音是一樣的，可是你唱的時候感情可以有一點輕重，有一點表情，那這首歌它就會更有亮點，它會更好聽。這樣。好，欣賞了解。好，謝謝你拋嘅問題。好，按照這個看分數啊，好嘛？我來看顧秋婷嘅分數。好。是3.5分，欣賞。1V 比1V還下高。對啊，第下可能就又再拜託等他又下來了啊。係啊，好，好不錯一下。好，謝謝。望秋婷姐。好啦，殺下來。殺來就係你 V 面炸李彥峰帶來趙安陽。來，睇我啦。識聽歌，未唔識看歌，對你嚟講，我仲有夢，我聽聽嘅喊歌，落葉嘅路口，按到是風在對講，就像愛下嘅歌，啲悲傷係愛的，就愛用彈弓，慢慢地認真記下來，愛跟時間中的帶你向天涯，希望你了解，有希望愛到走的重要感。哎，避免咋？哎呦，真頭意咯。哇，這個下來嗎？錯，亞春美下個因為然後搞給中大文學獎，然後有個比賽就是客家客語創作，然後想說啊，報名一下賺個錢好了，賺下錢。還想講就有一首方言，不能係方言啦，後來就下周客家話，啊，方言嘅歌曲歌名也叫做就這樣，但是翻成客家話就是有另外一種韻味在，但是故事是差不多的。那華語都有得獎嗎？啊，沒有，就是也行業比賽，有啊，有得獎哈。哎，編曲本來就要用，還是小康老師幫你編的？副歌剛剛最後一段那個很酷的副歌是小康老師編的。哦，但是這首歌是但這首歌是鋼琴編曲沒錯。哦，結果是小康老師編的。學起來，我去就可以這樣編了。對，小康老師很怕接到這種新歌，真的，因為他要自己編過。對，他最怕聽到一把吉他而已的這種，黑嗎？沒有，我給他完整編曲。完整的。哦，真的哦。還用來尬歪了。很尬歪哦，好，假會幹嘛啦？問題是完整的，他還要聽寫啊。係啊，對啊，還是要花時間。
间呐。当然，他被 leader 呢，很厉害。哎，你闹捏大吕，大家看他脸色吃饭。真的没有啦，没有。对呀，小杨老师自己离开了，嘿，啊，这个唱这个歌真的气嘎下，气嘎个冲撞，情感无汹涌，嘿冇？那躺一下。好，像东东老师。燕峰其实也是国外唱多，啊，所创作来讲，人家嗓音的声线的位置吼，分布很广啦。啊，这懂吼，过假音部分也是唱得还蛮不错。不过今年唱有一支手唱黑用演，给来演三边都冇多，一打手这个一定会查一些个。第一你要唱那个半音，可是冇多，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好啊，请打手。各位大家。小康老师后面那个突然我觉得 Air Supply 出来了哈，空中补给合唱团的经典的 section， 大家找出来了啊，反正懂演唱会感觉啦，我说蛮不错，给那段也是很棒。假会啦，Air Supply，假会啦，今后对好，他就是给你 surprise， 回去改 Air Supply 曲，回去改编曲，我觉得蛮不错了，重点可以从人家看年轻化一个变。更摇滚一些，更在可以上舞台那种感觉啦。哈，当会一做饭。不过开个有没有注意？各位有的大音，基本上可能係感冒，個點啊？嘅上有些濕，個出冇馬來。不過按你狀況底下，還做得抗假音，馬上做得咯。哈，大家嘅假音還做得，哈，各位加油啦，加油！哦，很棒。什麼緊張？謝謝。還有就會唱兩下輕功夫。球體姐，講下嚟都唔對動哦。講下嚟看下 V 面炸分數啊哈。店長嘛。浩文覺得怎麼不是我？唔怕啦，喺晒嘛，希望。對，好來。講下嚟看李嫣鳳嘅分數。有限時間。他總嘅有啲唱破嘅感覺。係啦，唱板。係啦，剛剛你有沒有？拍子沒有穩吶。拍子沒有穩，那個音準節拍還沒有聽懂。啊，但是我聽懂已經太晚了啦。已經反應過來說，哎，現在才開始，已經太晚了。接下來看李嫣鳳嘅分數。64分，恭喜嫣鳳！哎呀，恭喜！下次再繼續加油啦，留下來就有機會啦哈。係啊，好。哦，恭喜李嫣鳳，搶嫣鳳，登上 V 面仔嘅寶位，連上禮拜破5關。恭喜！呀，傳統就會破 V 正8歲，先介紹一下那個目前的 V 面炸哈。Andy 連續 V 面3關嘅1天嘅，李小姐繼續加油啊哈！等你坐上來啊！係啊，8年來嘅朋友啊，嚟，今晚有新嘅參賽朋友，冇錯。比賽之前，介紹一下評審先生。好，蒼永慶先生、李秋霞先生、林贊一先生、曾明珠先生，你知道嗎？還跟落嚟啊，就老客，幫你拍看。先生介紹的馬上進行這個比賽哈。冇錯，有請 TV 係新嘅朋友哈，來自新北市夢真款待人路3個。來，談我啦。時間，從山過南，客家
千把呀那。给了一身罗那，昂档的卖照哈，哎呀，你还没点我台，你都现在暗烟倒了，树槽那个斧头底部都冲，帅气哈，很帅呢，哎，王大哥，嘿，王太哥好，唔系客家人，我唔系客家人，唔系客家人啊，看到国谣版的 DM， 哎。从开始去事情了，就有兴趣，就参加来闹热比赛。哦，係結果喺客家話，係衝堂嘅事咯。所以唔本來迄那個母語係河洛話嗎？本來母語是河洛話。河洛話啊，河洛言係啊。哦。唔過咩會講意思係客家話呢？對對對。因為有。小過糖一點啦，小過糖一點，小過呢，有糖多啦，糖多哦，就好起來，喝多一點，會讓我想到哈，以前有一個中央銀行的那個總裁謝深山，你嘛，係啊，我們台灣嘅貨幣啊，係出錢嘅貨幣啊，所以就是啊。他就直接用貨幣客家話呢？係啊，我們台灣嘅貨幣啊，貨幣係親出錢嘅貨幣，所以客家哈就要對，就是對，完全就是用客家話。用客就是。那你還聽得懂哦？香港人用糖嘅事很奇怪哦。很奇怪哈。王大人，你之前是做什麼行業？是這個高中的這個老師退休。哦，欣賞哦。老師好了，是哪一個科系？科目？搞乜嘅？搞乜嘅？國文啊，國文啊，國文。哦，國文。難怪科學語言清鏡。所以有人說退休嘅啦，係啊。退休啦。退休啊。12年啦。12年。退休12年。12年。啊，唔用咩？好多年啊，做先生啊，退休啊，用我嚟學客家歌，奇怪。因為參加這個客家嘅歌謠班，產生了興趣。興趣。就來報名，參賽。哦，來鬧熱大擂台參賽，哎呀，係嘛嗬？誒，你去閒嘅時間要多高？想留下美好嘅身影。想要留下來美好嘅神樣，哦，所以你係第一拜上天師，第一拜處女秀，係嘛？處女秀，你客家冇好講，唔掂咁樣講。第一次就獻給我們客家鬧熱大擂台。是的。哇，謝謝你，第一次。哦，第一次會比較緊張啦。是啊，有點緊張。唔會緊張嗎？係。吃到很帥啊，飄飄的樣子。台語講第一屆驚，第二屆是聽，第三屆痛苦家己拼。唔免拼干的啦，唔是拼都按用啦，哈。別家己拼嘞，別家己拼嘞。哎呀，唱歌輕鬆就好，唔係要夾強下。對。哦，衝出嚟。不得了，這我很敬佩這種沒客家人願意嚟學客家嘅文化。好講客家話。是。來，我請一位同樣也是這個我們在教學當中，對，讓我們出類拔萃的一位，他是一位教授，也是一個學校的校長，是，我們鄭校長，鄭校長，鄭榮興校長，是，久仰了，王老師哈，老師，因為創業落山歌哈，你係親有條件呐。你很有條件啊！我客話講創嘅省哦，親泰博，親泰博嗬，相當好，也來創歌創得當好啦嗬。
只不过因为丫丫做的乖你哈，你做的创作案呢就懂披风你啊，我很佩服你了哈。披风呢，但是有几只诗哈，好，一听到老人讲客家，客家哈，强头，强头，强头，永显佛，永显佛，前八呀，对，哎呦，好厉害哦！能给一神罗，能给一神罗，能，哎呀，按照这诗要注意哈，啦，其他吼继续练，唔介意博多转来给天威大 T。哦哟，多转来那个意思，你根本唔可以同歌吗？咩，跟某一天啦，一杯很油啦，唱都按好呢。係啊。問題就講當到咬死佢都咬到，鼻水嘛，鼻水。啊，加仲緊要啲唱破嘅感覺。係啦，唱板，係啦，剛剛你有沒有？拍子沒有穩呐，拍子沒有穩，先奏你就先下了，太急了啦，這太急了，第一次，不必這麼急。那個節拍沒有聽懂，那個音準節拍還沒有聽懂，但是我聽懂已經太晚了啦，已經反應過來說，哎，現在才開始，已經太晚了，加油！好，是這樣。我看蒙泰國也很鎮定。對，邱小老師要補充。邱亞先生，安尼天拜哈，我哋王振權泰國哈，來先生退休嘅哈，講到是發家業上嘅時嘅，我感覺佢上是真好啦哈，我除了教眾講嘅當到牛師，無準以後，但是唔講係因為，今年嘢好多人，人哋講嘢好多人嘛。所以你好多人的天拜的挑戰咧，落山歌實在就冇簡單啦，強，厲害，當強哈。所以本身你分數較大條啲，係說人家講當認真咯，你客家歌、落山歌最難唱嘛，所以你本年多一點的分數，可能還有機會做嚟挑戰嘛。好，加油！是這樣。什麼先生加油！對，希望老師們能夠保住他哈，讓他能夠留下來，好不好？王泰國加油！謝謝。看下來看分數啦，蠻看分數。看分數哈。勞動時看嚟嚇哈，看下來看王振權嘅分數。對，可以哈。90分，算厲害啦。一百產衰嘛，即咪幾個是咬絲嘅部分，啊，我係撲嘅，冇跌板嘅發音佢就。有細細的做得加強嘅地方，王泰國。好，因為你剛剛有調板嘛，哈，對，有調板，還有歌詞咬字的部分，沒有咬正，比較不清楚，頭條分不清楚，對，所以稍微扣了一點點分數，那就沒關係，等一下，你就等保佑後面唱得比你還有忘詞的就會更低分，你就會留下來，有懵死，至少今天有站在這個舞台上，留下完美的回憶，美好的身影，係嘛？有歡喜啦，哈，有歡喜啊，希望這個美好的身影可以留得長長久久，對，好不好？好的，謝謝老師，來，回坐坐，按住這，好可愛。係啊，聽得影響。對啊。青音只想要講客話嘅。真個當 people 是像個陳建奇樣嘅，佢唔係客家人嘅，一客話講到真係比賣都差。佢本來咩2266啊？係啊，後來講到見來見真，變223，然後。即係當音字，當上講。有心的講。就學起來咧，係嘛？太厲害了，好了，3號的亞比啊，3號係新朋友，咩係舊朋友？係來自新竹竹黨陳燕梅帶來3個字。來，彈過啦。一线流。
好之好。两位主持人哈，冲劲好呢。对啊，因為上班有來比過嚇。金錢有。109年家下有得比過100，係啊，家下無線上高。我無線上高，都咁歡樂比賽。就看 YouTube 嘅謝啟國老師有嘅影片教學，看影片。來體拜來比賽較緊張，差一啲啲就進入6強。差一啲啲咧。係啊，手下先生就係愛講，你要轉去。好好練3個班學，叫佢愛去3個班上課啦。結果有成績好嘛？安燕啊，差唔多啊，太排啊！他係副校呢有先生啊，就希望佢專業先生指導。看大家看係有進步冇？有，知道有哦。唔知家知道你有進步嘛？當然有啊，慢慢有興我不比賽呢。哎呦，要比到多點？慢慢進步，優勝過了第3名，有冇試過拿過第1名哦？哎呦，嘿，好高啊！一唱出來就有嗰種韻味，知道有進步，有動作啊。有點感冒還沒完全好。感冒冇有？沒有，不是那種，我有驗過，安全。好，沖水了哈，唱歌。我有驗過，也沒有2條啊。沒，你已經可以了吧？可以了。好了，唱秋華先生。哎，你應該伊唔啲講我有攏講過呢件事情啦。你啊聽講嘅啲，藝員腳，做乜人係按唱咯？有唱。有風呀！哎呀，難怪哈。如果總講嘅，你咁樣要多少感冒，唔過你嘅高音還沒有強朗唱出來。佢除了潤腳，咬是非常嘅正確啊，所以咁樣傾聽你哈，尤其你咧。王義貴先生哈，商發公司頭家做啲果子非常好，佢俾先啲果子，我這邊咩真嘅老爺親安咯，加油！謝謝，謝謝先生。多謝。呢個看分數咯哈，好看一下陳彥維嘅分數。謝謝。真高分呢！有分數有可能會坐上面炸玻璃哦。就是3.5分哦。哎呦，懂過。哇，真高嘞啦！哎呦，真的哦。哎呀，你還要多少？目標還有。哎呦，你的目標是多少？你還有定目標哦。要有企圖心啊！真的哦。好吧，好，今天這個分數已經懂厲害，好吧？天天的講圈人的目標，好嗎？你先回座，等候佳音，好嗎？好，謝謝，好，謝謝。可以哈。好嘞，沙下來。沙下來，朋友給我帶來平板。來聽下啦哈。做馬尾好像懂哎呀，安排這種啊？不會啊，沒有啊。怎麼那麼少女嬌羞啊？對呀。比他條件。因為今天打扮太漂亮。這個漂亮。
哎，你叫子啊！哎呀，两位主持人好，看到你就欢喜呀。嘿啦，看到伊咩心跳咩？对呀，看到你就想到铁丝玉玲珑。巧咩？头先那个铁丝玉玲珑盲推神呢？盲推神嘿啦，条汉某帮你补一下鼻影。有，哎，化妆师有来，谢谢。哎，中的节有包装的嘛？有啊，包装的卖啊。好什么？好什么？好什么啊？好什么？包唔到人买呢。生意堂好。哎，我两个心球包本来买啦。哦，真的哦。哎呦，迄人心球会包啊？唔会买啊哟。没有传到，有传到。有认真好。对，很高级。所以也是特别中的节的时节，准也幸福就要包。哎，早前没包。早前才包。啊，早前2点人方来天数哦。所以你要开固定买中的是不是？马街就买。马街就买啊？马街就买，马街穿钱就买马街啦。有钱我穿我就买。哎呀，我都讲结果，我讲要讲死咯，要把咁死。我讲假咩，个死咯又唔出来。哎呦，我讲一下就有钱了，你嘛。哎呦，真的啊！天哪，台前塞钱多穿。哦，巧，哎呀，人生嘛，殡葬业向前看齐嘛。殡葬业老板如果我想联络一下两边哈，太极啊哈，一度唔强啊，都做得哈。冇强，有钱好赚，马家就冇强。跟是做中的有发展乜嘅事情？做中的呀，嗰陣人下講乜嘅？人家從地方要跳南無。跳南無？我咁奇怪咧，我做些即從乜保護些，怎麼要跳南無咧？啊，我就問佢啊，跳緊用，個跳南無長一噸啊，結果冇長咧，啊你天咧，噸咧，一噸嚟天咧，我講你看我跳南無就按噸咧嘛，錯啊！豬皮上天然來有上時會有啊，錯咩？冇綁槍啊！嘿嗱，我講怪個飼豬種的怪藝啊！豬嘅毛啊！啊，人家一路企嘅，個按東啊嘛，看唔到，人家木豬做按劍咯，試到就好嚟嗬。一生意試唔了絲絨毛啊你。咁冇人屁股毛。毛呢叫我拍嘅呢。拍嘅啊！人家係盲拍嘅。拍豬嘅啊！係啦。拍豬毛啊！哦。好啦，所以就對啊，結果要結安尼冇。其實很多他注意就會聽聽。對，要注意。其他朋友啊，注意多注意下聽聽啊。講你自己要注意。哦，用喺好心啦。是冇你。好心提醒一下聽聽啊。要叫佢衝出嚟啦哈。謝謝。唐先生講明啦，好，謝謝。向讚一欣賞。玉橋嘅哈，講到玉橋嘅哈，就實在是腳不卡流傳下來嘅啦。因為假老妹啊，係條款啊，條款教嘅學生嘅。你啊，山歌哈，就唱你下唱個平板，也非常平穩啦，聲也動亮啊，氣也足啊。最主要嘛個，那個啊有條個有才增減，所以 happy 啦。啊，你所以談到啲各位哈，放鬆唔係表鬆，表係動詞，放鬆。放鬆頭，有聽過嘛？所以呢，客家話嗬，遇到嘅名詞也非常有意義啦，嚇，就講做則參考，嚇，嚟唔一創嘅以後，嚇，加油！謝謝先生，謝謝，各位先生搞嘅房子冇咁樣啦，哦，對啊，都大家談乜嘢？都大家談乜嘢哦，係就問題哦。好啦，你啊談彩辦啊，你專業啦嘅，專業啦嘅，咖啡色啦嘅，計高落嚟。特別人台按你客家嘅，先專業都啲兩片。就，我不會唱冇專業。冇人講，冇專業。我不會咩專業，唔過千專業啲你客家電視台。好啦，謝木先生。嚟看一下佢嘅分數。我看一下朋友嘅分數。謝木先生，冇問題下來啊！謝木先生，謝木兩位主持人，唔會，安子生，嘿，也可以哈。總係包嘅時間看一下，可以摸，嗬。撒下來，撒落去煮水就帶來3個字。來，糖啦。
周记好啊。冲的做嘛，好像懂排安排谁做嘛？为什么？做嘛干？啊，对啊，不会啊，没有啊。怎么那么少女娇羞啊？对呀，比他条件。因为今天打扮太漂亮。这个漂亮，最近呢，啊，就美容师很棒啊。哦。哎呀，挑在下波挑的时间啊，就好闪哦，挑身三步。哎呦，不灵啊！有真的呀。哎，你平常是有做嘛个样的休闲活动吗？平常是其实我头摆唔晓得游泳啦。有摆朋友抽讲去马来西亚。哦。结果我八个同学嘛，跳舞的同学。只有一个会游泳，会游水。还有一张唔晓得海后上哦，讲嘛看人就噼里啪啦就会游啊。我落喺水里啊，我是心脏一直跳，没办法。我讲水。转来是拼命学。跟朋友跟跳舞老师太加鬼亲了。上好啊，冇老师教哦，就朋友会的就一直教。好啊，会嘞。你要当中就会咯。各种式都会，狗爬式、仰式我都会了。自由式，对，自由的。会不会自由还不会？不会。蝶式那个很难。那个很难呐。对呀。像个也不错啦。想要游，像了疫情期间就是冇去游咧。头摆去游嗰時，要行個水進澳洲。澳洲嗎？應該有消毒啊。可是有擺是球啊，有冇？有那個痰啊，黃的浮在上面。真的。沖澡那時候也會有。就是老人家就是好奇怪啊。奇怪。我咩談朋友講嘛個，黃腰行嘛個難時去學啊，跟老人家講學落去，我真冇買咁去咯。太奇怪了吧？我們游泳的時候，你要伸出來呼吸嘛。會怕嘞。游泳時會看哦。直接彈就。對，搞不好碰到的人就是會。有的人你沒有公德心就會安用。唔講黃腰啊，只有一閃一啲。游泳池偶尿，跟救生员，别，哎，你怎么在游泳池尿尿？哎，怎么样？大家都在尿啊，为什么我不行？不是，我知道啊，大家是在游泳池里面蹲在里面尿，你是站在游泳池旁边尿，这怎么可以呀？本人看到就做唔得，对啊，我看到就算嘞。人家不鼓都赌哦，某人看到嘛，对吗？对啊，他不是啊，他是站在游泳池旁边尿嘞，怎么有这样子吗？这么一篇说黑吗？没有，他们是说在水里，他们老人家懒得起来啊。哎呦，我翻落去，我落去，这都有可能啊，有啦，有可能啊，真的是有可能。所以我后来也不太敢去游泳池。我也不敢。应该有私人游泳池吧？私人的也会在里面尿啊。那你尿你自己啦，又没差。来，好了，冲色的哈，呛民族欣赏。水饺记哈，从润条一讲。好，谢谢。主要係可能係這個上任的關係，所以有的糖賺啊，太賺錢，從高上嘅時間是會壓他的，會沙啞了，就所以可能用把人研究，創下大潤掉，然後用人冇聽高音嘛，高音嘅你的啞聲就會出來了。那主要是因為聲線的問題啊，再來係你發聲嘅問題。你可能用把人想辦法，你會抽水嘅，你是會腹式呼吸法嘛？你就用腹腔來換氣，這樣子，不要用喉嚨的聲音太扁了。特别好，对，这样子听出来就很沙哑的声音。某年润做到清讲，好宽气的哈，姿态又美，这样子真的是值得再给你鼓励，好不好？好，加油！安子姐，对，先生，好了，跟分数手机，好，看一下主持一个分数。谢谢，没问题，目前没问题啊。恭喜，可以哈。好嘞，下來，係你嘅 V 面就一天叫帶嚟平板。看啊。
支持你哦。天客气哈，我紧张嘛。喊起袂咧，喊起袂，又较长的喂。我看到人家收容就知道。抽3礼拜，系啊，抽还忙抽手，系啊，希望继续抽下去都被打了，法练子功了，开玩笑了，哎呀，为法练。对呀，正功。对呀，难得法练的朋友做的拿到安好名，真的冇简单。我的抽中避免炸波皮啊，真的。哦，生命平生欣赏，按人安好的字头安尼。真的。跟你每次都唔会过嘛。唔知呢，唔知啊，我有私心啊，咁快，啊繼續坐下去。而家知道創用版啊？知道，還做得順順咧，還會做得係啊，啊唔係，還會創成果子嘛，根本要用線平板。加創喺平板啊，平板啊，還創然後線上果子，還創，對呀，所以啊，只看有歌嘛，哈，有歌會把下一場都唱上。對，哦，其實都會吃寬啊啦，對的，黑毛哈。反正我們就是等他過嘛，下禮拜再聽看看三國志跟平板哪一個唱得好。係啊，冇錯，好嘛？好，以前都親講嘅老三國啊，老三國，係啊，批看完就。你知道好會創字。有感覺嘅老三國較好發揮樣嘅，係啊，特別是唐阿婆啊，講這三國就講嘢衝法，誒坐啲叫死人死啊，誒蒙牙齒啊，說句話說，做一條啦。要不要用中國話？真的哦。三國摩擦，我真係唔上啊，要蒙牙齒。其實佢本期設架彈就是阿婆來創一下三國啊彈啊，哎呀咧，說句話說，電影像哦，講嘢嘅，但是又沒有彌托呢，係啊，又懂彌托呢，奇怪，好啦，創對了，係，請你嘅參考中，嚟公平一下。天橋之後也創呀平板佢創到一酸酸啊，4平8分，當然佢。因為油卡嘅就會就講送吼，可能唔係清亮啦，唔係清到油就會送較實就會點點。但是佢一個咬絲也好，強韌也好，反正係有做到嘅啦。好，加油啦！好，冇先生，哦，你還會搶人哋嘅親國分，目前嘅親國分強下就看分數啦。哦，一冇進，哎呦，93.5分，哦，強下就看分數。梁山做紅色咧，輕兵哦。對，來，我們開始下注，覺得他會贏還是他會贏？來，唔啲，好，等下就啲咧。93.5嘅咧，好，來，好，強下嚟看一天球嘅分數。佢得到全球客家流行音樂大賽冠軍，全世界客家人他冠軍，而且他們有家族淵源。家族淵源，聽說他媽媽是關靈子。冇錯。愛像一絲條從黑幕的冷臉，不愛囚禁愛情嘅理由。好，來，好，強下嚟看一天球嘅分數。94分，恭喜天球子。對啊，差一點點啊，差少少咧，繼續加油哈！繼續加油哦！阿勇就搶天球子送人哋嘅衛冕獎嘅寶貝，恭喜連休4禮拜。老年音樂會，哇！個根本亂氣氛嘅啊！真的，講什麼？是，看到美女我就這就醒了，是不是？這完全身體就不聽使喚了。哦，真的哦。就會覺得好興奮。你的馬啾就會想要一直看他。尤其聽他唱歌，哇，那真的是非常搶眼，非常使人陶醉。你會被他吸引住。真的。哦，你剛剛不是在裡面睡覺嗎？
你有认真听哦？哦，我虽然是眼睛闭着，但是我一直在享受。哦，真的哇，这真的。而且他们有家族渊源。家族渊源，听说他妈妈是关灵芝哦。没错。是啊。就是关节的。不是关之琳哈，是关灵芝嘛？关之琳也很不得，关之琳有女儿哦。你今天是不是爆料了？佢優秀唔啲嘛？非常優秀。佢得到全球客家流行音樂大賽冠軍。全球啊！全球，全世界客家人他冠軍。你台灣已經不得了，還你全球啊！跟他比賽，對全世界的客家人發生嘅比賽。真的，真的，我們先來好好聽他唱唱歌。佢帶來嘅聽眾傳訊。等下好好咁放滿記啊！好啊，歡迎先生推創作歌手林 PQ。好嚟。時間流過，老就甲講無想以後，從現在已經唔係以前嘅安調，只甲一剎其實比較冇煩惱，反正冇人了解，獨自生活。我是有時候你太多，這就習慣感念心我，你現在冇味道愛情訴說，我從頭從來冇演過四九，已經是分了悲傷。在一半，用力走攀岸洋溢失調，從黑幕的冷臉，不愛囚禁愛情嘅理由。sensu mà trong gia trình đủ kề kiểu song kiểu im mơ pha xéo thế à hệ vẫn vẫn hệ thống hệ kiểu tôi e sống用力也催眠从别落一抹太阳分有相看我背後瘋狂的空空總會有大大的輕鬆但係淚快記醒過到兩半深黑我衝到衝來我眼眸死就已經是分了悲傷
Do You Always Smile， 谢谢。鸡皮疙瘩，鸡皮疙瘩。你看一下，你看。哇，老人班。我是冷，我好冷。对他今天就直接借我一点，哎呦，你不会冷啊？我唱歌就不会。有你看就不会冷啊，有你老师讲哎。对，有人看就不会冷。如果会冷，我可以给你温暖。真是关姐的女儿，你敢造次？哎，关姐我们也认识的老朋友了，对不对？照顾她女儿的意思。是啊，是像爸爸的怀抱这样。哦，不用，我来就好。哎呦，按后堂，谢谢，太厉害了呀！这种专辑完全就是有妈妈的这个 DNA 在。哎，真的有呢，但是必须说比关姐的歌路曲风喊她抖眼。更多元，是这样讲，关姐不要生气。不是，一定青出于蓝胜于蓝，而且关姐她当然因为现在年纪也大了嘛，烟酒又抽那么多，对不对？这是可以说的，这是可以说，我们不会帮你剪哦。所以她就有她特殊的风味。谢谢。有一届的金曲奖这个得奖者，我还有颁给你妈。是罗哥颁奖给我妈妈，对，第21届。21届，第21届，我还记得。真的。那时候你几岁？那时候，不方便说。8岁。8岁，对，8岁。差不多。没错，我在台下看。还有赏你那天坐在台下。对，我有在台下，对，跟佳慧姐。啊，对，我跟他一起颁奖，对，他颁给他妈妈，好棒，太开心了，对啊，很感动的一刻，是。这一张是客语还是国语？这张专辑是客语专辑，然后里面有特别收录2首歌是有中文版本，对，没错，那2条。是那个 Deja Vu 跟刚刚大家听到 Do You Always Smile 那首 Do You Always Smile 还是给其他下歌词哦，这种是我记得我做评审，冲烟冲，我就鸡皮疙瘩。你刚才我每次看到他都要发毛一下。在彩排的时候就突然就听，然后因为我在休息一下，对啊，然后你彩排我就听到声音，然后马上就。惊醒，然后我就听了一下，能唤醒罗哥的声音不多啊，不是太美了，真的，除了罗嫂，其他女人声音他没有在听。罗嫂声音现在影响不了，也不会让你醒了，是不是？没有，我突然就觉得，因为这个旋律我很熟悉，家里刚好有个卡拉 OK， 每一次一播，然后公播就会出来一首歌，吴卓源的那一首什么？吴卓源，我对你有一点动心，还是什么？我的为你什么什么那个，对，我觉得有点那个雷同，然后我就大概就听下去，哇，真的不输吴卓源。你俩客家正经某2种嗓音，我觉得连华语都不多对，华语目前有这种唱歌的这个表现的，应该就是9N88嘛，吴卓源，还有 Karen CC 有一点，还有怀特。怀特怀特都是很有特色。怀特是更低沉、更沙哑，但是他是非常的，他可收可放，能屈能伸，真的，就是要这样啊。那是我们男生才能屈能伸，注意一下。对，好了，从点还有接收你给某2种新的专辑，新的专辑。对，这张专辑有邀请到很多资深艺人，有包括涂慧源老师。涂老师他已经就躲起来，不是，已经算退休了。没有，他还在线上，对，还有在编曲，还有金木一泽老师跟还有金曲奖的得主曾雅君。对，曾雅君，对，有邀请他来合作。也不太出来了呢，清秀你还可以请他。对，为了你特别请到他真的是不容易，对，因为他很少帮人家写歌，真的很少。哇，你没看前面青葱优啦，也看他喜不喜欢，然后看这个歌手的这个唱功如何。对，猛冲，对，然后他不会随便挂自己招牌出来。是，对，然后还有邀请到一首歌是 Deja Vu 是范晓萱跟我一起合作，我写词，他写曲，然后还有编曲跟制作的部分都是对范晓萱，对，是我从小到大的偶像，对，真的啊，你从小到大的偶像。哇，那这一张真的是。非常多的杰出，对，大家都说是孔金的专辑，孔金的专辑，真的孔金，香精的专辑，全部都是得过金的人来制作。孔金是什么意思？孔锵我知道是他爸爸。
对啊。没有说在罗哥耳边讲话大声一点。OK， 好。人家现在耳朵比较背一点。哎呀，吼，哎，哇，这个专辑的制作人还有大卫林大卫老师嘛，对，台客电力公司 KB，也是入围做过电音的金曲奖秦立慧，哎，那这一张你看还Sony 发行呢，台湾索尼发，对对对，现在这种5大唱片公司，其实他们有时候要发行也是会选择，他们会选择呢，不是说哎你要让我发行我就帮你，没有啦，哦，没有。好了，我离这领域很远，我不知道。我本来以为也是这样子，想说我出片。制作公司做一做，然后拿去，你就帮我发行，没有呢。连你都被推荐哦。他都要慎重考虑。慎重考虑哦。我们吓我一跳。曾经也去问过一些5大唱片公司，他们都很慎重的考虑。真的，因为他们也是要挂招牌出来，黑某品质要有保证。是啊，就是那种好品质、好歌手，他们才会愿意发行。哎，不过披贤妹26年，这几年才开始唱客家歌，哎，金钱某，不过你冲狗清 Q 了呀？为什么会开始唱客家歌？因为你冲狗清 Q 喽。对，8岁就出来唱了，以前不是才唱了？他就是歌唱天才啊，8岁就出来唱歌。对，就是其实我驻唱有10几年，那创作其实比较晚，大概是6、7年的。对创作路程，然后为什么会开始写客家歌？是因为就是像我妈妈，就是她有发客语专辑，然后其实就是客语也是我的母语，然后其实我从小听到客语的机会都是寒暑假回外婆家小时候，然后所以客语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亲切感，所以我想重新拾起我的母语，然后创作一些很不一样的音乐。对，我讲嘛。一点点，但是我还在学习中。在学习。张口之后的时间讲不紧张。对，就是从歌曲开始学习。对，就从写歌的过程就可以再练客语了。就做的后西都汉语。好棒。客家真的很需要这样的声音。不太这个堂东啊，吃的不一样的风格的东西。所以你看客家现在突破客家的框架。很多人还会认为客家可能就是那种什么早茶会茶我天空啊，都是还是很多。但是你真的来堂堂客家，我们天花板越来越高了，大家。真的，现在客家的新的创作者真的都好厉害，不得了，又会下又会冲，是不是又赏得奖？哇塞，3位一体。再带来一首歌。好，带来一首跟范晓萱合作的歌，叫《Deja Vu》。Deja Vu。Deja Vu，Deja Vu，来弹歌了哈。我在引路，暗淡匆匆的路途，几经韩国的大路，那个风空常陪你出，条件的路，长长的空到结束，提上来莫停下脚步。你想家家走出一山一条路 What have you done？ 路那几个深处，没办法牵到出，都黑阴雨，爱给我错。所有的全部，自成空疲劳孤独，也没情谱，飞过一种途 Deja vu，Deja vu。
拜。来老多多 lunch bar。你就这样站着，好有味道。哎，真的哦，好有气质。真的。对啊。你可以不要用这种意淫的眼光看没有？比他妈妈好多。不是。关姐，别这样，关姐，对，关姐真会打我。真的，哎，你等他去家都给他添巴了。哎 ，PK 哦，对 PK，对，你刚刚硬攻 P 弦，你应该从样读到底，领 P 弦，领 PK 哦，差东多呢。我排谁真的差很多。林佩乔、林佩萱那个差那么多，地板跟天花板的差别，难免有时候会有脑雾的时候，我常常脑雾，因为就刚好这首歌就在写脑雾哦，真的关于脑雾，这首歌今天送给我可以吗？可以，我觉得很适合。对，因为这首歌是我在疫情的时候完成的歌曲，然后那时候我觉得在疫情的当下，大家对于未来就是好像看不到未来跟希望，所以就是有一种好像深陷在一团迷雾的感觉。然后可能当你日常生活中，你可能想要做一件简单的事，可能要拿什么，你会突然想不起来我现在要干嘛。哦，对，就是一种 déjà vu， 一种既视感。然后就怪疫情脑雾这样。对，你可以这么说。其实那个是有点那个初老状态。哦，初老状态，没有空呢。对，已经开始失智了，有没有 ？OK， 好，初老现象。罗哥比较理解这一块。哦，我很早就开始了。哎呀，两条狗也就会跟你找你的偶像来合作。对，范晓萱是，就是范晓萱写的曲。是。他那个时候也是脑雾写出来的吗？哎，没有，是其实这首歌是先写好歌词，然后我再请他帮我填曲，然后编曲的部分。对，他有写出你要的那种氛围。有，因为我那时候他也是就是，因为我们就是哇，真的都。我那时候跟他合作，我超紧张，就是在录音室一直狂流汗，就不管冷气有多强，我就是一直在流汗。哦，真的。对，因为他就是就是萱姐，她是一个很有大爱的人，然后但是她对音乐非常要求，非常严格，所以就是这首歌总共录了大概100多小时，前后100多小时，那应该算是很机车的制作人。因为他也不会机车，他真的很有耐心，很希望做到最好。对，他在我心目中他是仙女这样子，对，她非常有耐心。冻龄到这样真的是仙女。对，因为他认为说一首歌为什么要录这么久，是把它当做精工表在做。因为一个作品就是它会一直存在这个世界上好久好久，可是我们人有一天会离世。精工表，但是你知道吗？现在大陆很多假表做的跟精工表一样，精工的表还好啊。真的哦，好，所以我们 copy 好一点就好了。所以当然，所以我们要自己要对自己有点要求。你有理解罗哥的脉络了，自己回来讲自己。对，就我们要对自己有要求这样。两次拆发啦，他真的对自己很要求哎。对啊，你轻微冲狗了，就唱功唱得这么好了，还一直去精进自己的歌艺。对，就是怎么学习的？是在疫情的前几年，我去北京学唱歌。对，学唱歌。你还到北京去找专业的老师教你唱歌？对，因为当时这个老师是我妈在几年前有去比那个当地的那个歌唱比赛，中国好声音。对，然后就认识了那个幕后的指导老师。然后老师我妈觉得老师非常棒，我就把我丢去。当时是先从最简单的发声练习开始教，像腹式呼吸法那些最简单，然后再教到就是一首歌要怎么唱，然后配唱这样。对不起，我突然烧香，没关系，有点紧张。不要抽烟。对，没有，我没有抽烟，我很乖，我没有抽烟。他只陪他妈，他只是叫他妈少抽点烟。对，真的，我都会叫我妈少抽烟。还有，也一路行了没清辛苦呢，也冲过19年呢。19年的时间。那因为唱歌这个工作，这个职业，有时候公司才发没清问题。没问题呐，真的。他做了很多其他斜杠。我有当过服务生，然后在夜市摆摊也有。真的。对，然后也有当过电视台的服装造型师。真的。对，帮主持人借衣服。哇真的帮机车主持人借衣服这种。对。就谁的话我就不好说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很棒，我觉得那都是我的人生的历练这样子。对。最主要就是真的让大家听到好听的歌了。谢谢。对啊，刚刚已经亮条了呢。安后堂。有没有机会2位这么优秀的歌手
来一首合唱的歌曲，有没有可能？来同你共吃菜发，为了配桥我真的可以，不然我每次都会抱怨，你知道吗？哦，那为了佩萱的话，你可不可以？为了佩萱。就算了。算了。佩萱的歌声我真的难以搭上。是，不是啊，因为讲真的，安尼观众朋友懂得要懂希望唐都给唱歌哎。对啊，在节目当中的主持有这个荣幸，浪费好不好？2位来一首歌。好啊，可以。对啊，那可以唱一首吉娜姐的《Count on You》吗？我不想唱这首。可以啦，走的啦，两条狗应该下不敢落寞耶。哎呦，我写给我妹妹的。哇，那很感动。来，听下的糖。糖过来。对这个空都会天台空，天台空耶。安永给你们太累，我爱老你下歌，好吧，不是同一共个给法，呀中不一趟。Oh baby call on you。就会很用来等你，Call on you， 不管几个几叫事件，好一不两不好的路给几多看得出，爱你相互走吧。Oh baby call on you，Call on you， 你很爱一生给怕。是松烟啊，有唱出有跳是空法，不过不管都懂嘛个事情，但是怎么办给法？总会批定爱个顺风，鼓励总会已经太伤，你很爱怎样给力量？Baby, call on me, call on me, on me. And we hasten get higher. Sweet peak, oh yeah. Call on you. 像是爱情啊 yeah. Ooh, 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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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Oi, kitten. Call on me, you can always call on me, yeah. Call on me， 总有天有个朋友哦。你在路不管台风也很落水，我陪你共好笑了个。Oh baby, call on me, call on me, call on me. Oh baby, call on you, call on you, on you. 爱你的一生给好。哇，真的要拜一下，拜一下！哇，拜一下，太厉害了！是吉娜姐厉害，真的很荣幸。Whitney Houston 跟那个 Adele 在那边唱歌一样。哇，过誉了，太精彩，太精彩！哦，对，因为其实这样讲不好意思，对，你跟他怎么认识的？就是
我其实在刚开始驻唱的时候就有听过吉娜姐的名字，就是她在我们这个就是 pop 圈就是已经有名有名气了。他那时候不是在卖早餐吗？为什么？早餐我没有在 pop 唱过歌哎。但是就是脸书就是很多就是会有音乐圈的朋友，就是会看到都会看到照片，还有优秀的人，大家都会传来传去。对，会听到。那其实真正遇到本人是在前年的原创流行音乐大赛，当时吉娜姐是评审，然后那时候有打招呼这样子。对，那今天是第一次同台。那时候只是打招呼而已，就是打招呼。对，因为评审嘛，交谈吗？我就因为评审老师也很忙，那所以那一次之后2年都没有见到面。我跟他妈谈很多啦，跟他没有交谈到。对，都是就是比赛的时候，对比赛时间对，还刚好都是我评审，对，真的很刚好，很荣幸。那你又刚好又很欣赏他，所以那一次的成绩就不错。所以今天跟吉娜姐有唱到歌，我觉得很爽，就是一起飙歌这样，很爽。不止你爽，我们也很爽，现场的朋友很爽，观众朋友也很爽，真的，而且真的客家完全没有这种声音，对啊，所以客家靠你了。别这么说，就是新的路线出来，新的歌手。那你这一张应该也会报金曲奖嘛？会，一定会报，因为花很多钱，一定要报一下。这2年张不出来了，明年张不出来，明年至少要擦亮这块招牌嘛，对不对？林佩乔，林 PK。那希望明年啊。我如果可以去颁这个客语部分的话，可以亲手颁给你。那个是一个历史记录，我曾经颁过给妈妈，然后再颁给女儿。对，真的，从来没有这样，没有人这样有这样的世代交替，而且还是罗歌，我们客家一哥。对，客家一个小钟，不是客家大哥。我真的今天很开心哈，对，带来这么好听的歌，糖豆型嗓音，这么棒的专辑，那希望观众朋友大家多多支持啦。听说糖100就会记得那种嗓音，希望多多支持哦。按咱们歌数哈，我们节目是歌唱比赛节目嘛，是，那很多人都会报名嘛，是，所以好唱歌的朋友加都报名，加打电话来，096667流浪灯台打电话。好，今天非常多谢所有观众朋友喜欢我们好，我们谢谢林佩乔，多多支持你跟露露林 PK， 加油，明年金曲见，谢谢。是梦小江老师，还有梦区的欣赏，辛苦嘞！天宠的龚中年，辛苦嘞！安子生。好，下礼拜我们记得一定要准时收看呢。老年大擂台，老年共下来，再见，拜拜。